大家好，我係陽光仔，今日嚟到君澳灣幫業主進行全屋鋁窗及防漏工程。我哋今次特別講下露台膠邊同加裝手掣。先講講露台維修部分。業主發現露台門碌出現生鏽嘅問題，導致推拉唔夠暢順之餘，露台膠邊亦因為老化失去咗彈性，佢一直都好困擾。因為之前話加沙令雨水滲入屋內，再加埋長期落雨，搞到水滲嘅問題一直無法解決。我哋團隊建議為露台門加裝手掣，可以避免門之間出現罅隙，令雨水唔再滲入屋裏面。所以如果咁多位業主發現露台門出現問題，就要及早揾我哋幫手啦。嚟到鋁窗維修環節，可以見到鋁窗手掣有生鏽嘅跡象，所以揾我哋團隊一次過維修鋁窗。除咗手掣，我哋一個價錢仲包埋窗鉸、扣片同內膠邊，定期更換同檢驗鋁窗，先可以維持安全性價。今次業主都知道我哋陽光團隊嘅專業，所以第一時間就揾我哋維修。嚟到防漏工程部分，可以見到出面嘅防水層老化損毀，為咗避免出現滲水情況，亦向我哋查詢防漏嘅服務。工程完成。好啊，好敬業啊！